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希希嘅頻道。今日我哋介紹南港島線同機場快線嘅車站，海怡半島、利豐、黃竹坑、海洋公園、金鐘、香港、九龍、青衣、機場、博覽館。我下次再介紹其他港鐵嘅車站啦，拜拜！大家記得睇同subscribe呀〜